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是耶和华为咱所定定的日子。咱教会设教724周年，真无简单吼！我相信上帝祝福这间教会，因为要培灵会，我嘛相信上帝要照着这个培灵会，搁一遍要互咱属灵教会看起伊的美好旨意，伫遮要进行。咱今仔要开始咱的主会，要主会进前，咱要请雅各诗班来为咱敬拜欧罗。兄弟姊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咱伫即日，咱要三角来到主的宝座前，领取迄个快乐，对天而来享受的喜乐。这时，请咱三角起立，咱要用敬拜的心，同齐来学乐，用诗歌来到主的宝座前，同心开喙来学乐，亲像鹿翕无溪水一样。咱的心单单翕无咱的主，咱的心单单仰望咱的主。咱只有独独要降服伫咱的主，我的心较无，我的心翕无，哪落翕无溪水？因为主是咱所爱，咱的一生一世所爱，哪落翕无溪水？主，我的心翕无你，哪路翕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翕无来敬拜你。你是我开路顶拜，我领独独行好伫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翕无来敬拜你。主啊，我的心翕无你，哪路翕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翕无来敬拜你。你是我开路顶杯，我领独独行好伫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翕无来敬拜你。你是我开路顶杯，我领独独行好伫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翕无来敬拜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翕无来敬拜你。我心切切翕无你，大树无水也生的死，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伫你，望永远甲你相亲。我要切切切求你，大树无水也生的死，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想念你，情愿甲你面对面。我心切切翕无你，大树无水也生的死，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伫你，望永远甲你相亲。我要切切切求你，大树无水也生的死，
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想念你，情愿甲你面对面，我必永远爱你，永永远远永不离。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想念你，情愿甲你面对面，我必永远爱你，我必永永远远永不离。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想念你，情愿甲你面对面，我必永远爱你，我必永永远远永不离。你是我一切，我心单单想念你，情愿甲你面对面。你的听跟随，我心单单想念你，情愿甲你面对面。咱的主是信实的上帝，咱的心要来到伊的面前安静，咱的灵要来到伊的面前听候，咱要听候主，听候咱的大牧者，咱要放落家己，予主来引带，因为伊是信实的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牧者，我心思听，放落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为救赎，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手轻轻看我，你永远不放下我，愿我一生有你旨意的手，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声，我的牧者，我心思听，放落家己，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为救赎，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手轻轻看我，你永远不放下我，愿我一生有你旨意的手。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为救赎，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手轻轻看我，你永远不放下我，愿我一生有你旨意的手。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因为救赎，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手轻轻看我，你永远不放下我，愿我一生有
是阿爸爸上帝，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上帝。愿恭敬来到主你的宝座前，愿真心诚意的敬拜、阿罗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你统管一切。阮的生活、阮的动作、阮的气息，拢在伫你。主啊，我们阿罗你，因为你配得所有的阿罗甲颂赞。你为着天下，道成肉身，受苦，舍你的性命。你的死救阮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无搁受罪恶的捆绑，互阮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实在配得阮一生的敬拜，因为你做阮随时的帮助甲避难所。投靠你的人拢是有福的。我们尊重你的性命到永远。大山会当刷开，小山会当牵线，但是你的慈爱甲你平安的约总无离开阮。这是何等宝贵的应允！主啊，主啊，当阮耐心要听候你的时阵，你就要互阮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叫阮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主啊，我嘛要将你常常摆伫阮的面头前。我要听你的话，看你，我要想你，阮就要哪来哪亲像你。也求主你会当来修正阮的、更新阮的性命，互阮渐渐有你柔和谦卑的样式，会当落下你伫阮的性命中间所做一切，互你伫阮的心上会当得到荣耀。主啊，阮感谢你，你互属灵教会设到124周年。我相信主你水的旨意伫遮。主耶稣，求你保守属灵教会，对牧师、长职、同工以及阮的兄弟姊妹，阮拢有同心合意的心。主耶稣，我们囥伫你的面前，嘛求主你来帮赞，求主你互囡仔来参加聚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有一条渴慕的心。来到这个圣殿，要切切祈求你的面，在爱慕内底，主啊，我们献上阮全人全心的敬拜，相信接受主你的工课，欢迎圣神你降临在这个聚会中间，随主你的旨意来运行在阮每一个人的心内，所这感动所做的水的工，求主你嘛，互兄弟姊妹透过今仔的诗歌、敬拜、祈祷，甚至包括牧师的信息。阮甲主拢有真好的一个团契，互全会众，互每一个人拢会当享受上帝你的同在。感谢主你的带领，你互林牧师搁一遍来到阮中间，求主你高满牧师的喙，互伊所讲出来的话语，句句带着炼净，带着圣神的能力。主啊，求你来带领阮，互阮今仔所听的、所看的、所想的，拢会当因为主你的祝福。对阮每一个人拢有所造就，愿一切荣耀拢归伫主你的圣名。阮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这时，咱三甲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翰福音第7章，咱要为37节。一直看到44节，37节，约翰福音第7章37节，一直看到44节。中文的和小本是152页，那台语和字版是114页。约翰福音第7章37到44节，现着咱三国来看上帝的话。第37节，当节期的尾日，就是上大的日，耶稣徛伫咧叫讲，若有喙干的人，就近我来啉。信我的人，亲像圣经所讲，有活水的溪，要对伊的腹内流出。伊讲安尼，是指信伊的人所要受的圣神。迄时未有赏赐圣神，因为耶稣未有得到荣光。第40节，众人中有诶听见这个话来讲，这人真正是迄个先知。有在讲，这人就是基督。若是有在讲，基督敢对加利利出吗？圣经敢无讲，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对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吗？对安尼，众人因为伊来分评，其中有人爱掠伊，总是无人下手。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
那煞接咱要请牧师来介绍咱今仔的讲员。大家平安。亲像咱今仔所读的经文咧讲，节期已经过一半，迄是甚物节？不管甚物节逢年过节特别是因要紧这半过节，主耶稣就照时去到耶路撒冷，千里迢迢去耶路撒冷。所以咱教会生日的时阵，咱兄弟姊妹犹原同款来到圣殿。这段经文你用这款的心情来想耶稣，伊安怎教？我毋是要替林牧师讲我是拄好读圣经的时候有这个感动。迄个节期，你看耶稣节期到，伊就到圣殿去。重要的节期，因为在外在的节期帮助我们内在灵魂的一个进展，来个亲近主。所以咱真感谢上帝。在咱教会，我们教会这个可能一定要用华语才听得懂，对不对那林牧师要考验，因为有香港来的朋友所以节期外在的节期，我们遵守了，帮助我们内在属灵的生命会向前奔跑。所以咱今仔日感谢主，互咱伫124周年生日，咱有3天的培灵会。林真坤牧师在1990年到1996年曾经在我们士林教会，这已经是很久以前1990。后来他到马偕医院去服务，在马偕医院服务了15年以后，他在台北中山教会、台北中山教会就在林森北路那边。然后2年前被征召，现在在台湾神学院，就伫咱超山家台湾神学院当牧育处，特别在关心这些学生以及学校跟教会的关系。他今天要用上帝的话再次来喂养，来跟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所以咱继续拍破来欢迎林牧师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我今天用华语对吗？没有错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赞美感谢你，今天就是你所定的日子，恳求你今天就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你自己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吃饱饭以后，那么培灵会之前，我跟许牧师有一些交谈。那我们就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记得1979年我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开始牧会，那么一直到现在应该已经进入第38年，好快那牧过几间教会到过中原教会。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想到中原教会，我就会想到罗荣光牧师跟曾正忠牧师。每一次后来我又到中立教会，每一次我为中立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陈兰奇牧师他们2夫妻。每一次后来我从中立教会来到士林教会牧会，每一次为士林教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们所敬爱的陈慧兰牧师然后我每一次为马偕医院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们的黄进雄黄院长跟郑颂院牧师这样。那每一次我为中山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们中山教会的第一任的牧师叫做郭马西牧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这是过去我曾经牧会过，正如同我们的主任牧师刚刚所提到的，我曾经在1990年来到这个地方牧会，一共有6年的时间。看到这个建筑，我一点都不陌生，不但很熟悉，而且这里头有很多的爱。那个爱是我在这里被爱，也在这里爱人。我们在建造教会不是用爱来彼此建造吗？刚刚我讲了好多的教会，其实那些教会也留下很多我被爱的部分，也留下了很多爱人的部分。我去中立也是一样，马偕也是一样，中山教也是一样，现在到台湾神学院还是一样，用爱彼此来建造。如果这个爱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这个爱不是因着上帝的话做根基的话，那一切都是枉然。就如同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所说的
那就成了米德罗想的拔一样，对吗？一敲，砰过去了，就没有了，就过去了。愿所有一切的爱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你知道吗？我听过有一个牧师叫做胡茂生牧师，他讲了很多名言，我把胡茂生牧师所说的名言把它集合起来简称为叫做胡说，胡说，因为他姓胡嘛，他说的话嘛叫做胡说，胡说。那胡说里面有一段很精彩，他解释什么叫做历史家。他说历史家可以分成3大类，第一种叫做第三流的历史家，第三流的历史家是看历史，就是读历史，很多人是不读历史的。其实我刚刚就在讲历史，你没有注意到？我们要读历史啊，你要了解我们教会的历史啊，你不能不了解。你如果不了解的话，那你就不是历史家。是3流的历史家，至少你要做历史家的话，3流的一定是要读历史。那2流的呢？你一定问2流的历史家呢？2流的历史家就是写历史。有时候要勤一点 ，run down， 就是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什么事情都记录下来。你看，我们所有的会都一定要有书记，为什么？就是要把历史写下来。刚不是讲过吗？凡走过必留下什么痕迹？可是痕迹你如果不记的话，就怎样？就忘记，它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你要做历史家，就要把它怎样写下来，写下来。所以2流的历史家，他懂得历史的重要性，他就把它写下来。那一定问，第1流的历史家是什么？叫做创造历史，创造历史。今天是我们教会庆祝120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在这个地方举行培灵会。培灵会不是说培灵会结束就结束了，我很希望一件事情，培灵会结束又要开始是行动的开始，那就是什么？就是创造历史的开始。我们要不要用爱来创造历史呢？我刚刚讲的我刚刚所牧会所思念那些牧师，其实他们就是创造历史的牧师，就是每一间教会的开创者、奠基者，永远都不会忘记所以呢，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同来写下历史。我曾经有几次有空的时间呢，我来参加过我们的礼拜，或者是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听那个许牧师讲道的时候，好几次重复讲这件事情，我牢牢的记住，叫做建堂要怎样？要见人，对不对？建堂要见人，没有错。我们不是正在建堂吗？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见人，现在正在见人。我很盼望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记住一件事情，不是只有硬体很重要，硬体是重要没有错，可是有比硬体更重要的，那就是软体。是什么？就在座的各位每一位弟兄姊妹，士林教能不能复兴，能不能成为我们的教会能不能开创新局，全看在座各位弟兄姊妹，不是看那栋大楼盖好了他就开创新局，不是的。盖好了很可能变成文字馆，对不对？我们不是很流行吗？我们的国家很会办这种事对不起总会骂到国家去。有很多文字馆，为什么？他只建堂，他只注重硬体，不注重软体，不在乎灵性，不在乎精神层面。当然上帝不喜悦，他不可能复兴，因为上帝帮助我们共同一起来努力。所以邀请以后我就心里想，到底我要讲什么题目呢？总主题是什么？我心里想一个问题，如果所有一切的建造没有上帝的话，一切都枉然，对吗？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在想，我要用上帝的话当做这一次培灵会的主题。如果讲到上帝的话我有很多的话要讲，太多了，讲不完。我不要再解释什么叫做圣经要怎么样读圣经，我不讲那个。我们今天要用3个很重要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兼顾我们的信心，这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如何来
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如何来兼顾我们的信心呢？第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你不想要有上帝的话，你不渴慕上帝的话，那一切都是枉然，对吗？所以你要先渴慕啊，你先要先渴慕啊。刚刚我才讲过说，我们比较早一点来的时候，我们都吃饭，对不对？为什么准备便当？因为大家肚子会怎样？会饿了，肚子饿了就会想吃，你就会想吃。看见便当，不管它是什么菜，你越饿你就越想吃，不管它菜是好还是不好，喜欢吃不喜欢吃，不管是辣不辣，你就怎样噼里啪啦，好，越饿就也很渴慕，就一直吃下去。人就是这样子，这是人的本性啊。你如果不渴慕上帝的话，请问你照不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哈。那你照不照顾自己的灵命？你如果照顾自己的灵命，灵命是怎么样成长的？是靠上帝的话喂养的，就跟吃饭是一样的，就跟喝水是一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的主题，这一次培灵会总主题叫做“我渴慕上帝的话”。我不要讲别人。我们常常讲说，你有读圣经不？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以前我们中山教的那个第一任的牧师叫郭马西牧师，他有一个特点，我常常讲，他在裸头裸背哈，怎么讲？国语怎么说？街头巷尾，你不要给他碰到哦。碰到的时候，杨琪妹，今天有没有读圣经？有，读哪一段？背给我听。他是这样子的，有没有祷告？祷告什么？你为什么祷告？祷告给我听，这样。他不管是大马路或是街头巷尾，不管他就是这样问，他就是这样问。很多人看见他远远看见他就闪了，真的就是这样。弟兄姊妹，这样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渴慕上帝的话，你不会去追求，你不会想要去念他，我想要讲2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的故事，告诉你们，跟你们分享。第二个故事就是我1979年毕业，1980年结婚了。那时候我派到中原教去牧会当小传道。那1980年结婚的那一年呢，当然就结婚完毕，很高兴啊，就跟牧师娘2个人，传道娘那个时候，我们2个就去蜜月旅行。我们安排蜜月旅行，有一站就去琉球。干嘛去琉球呢？因为琉球有什么好玩？除了要坐船以外，最重要是因为琉球有我牧师娘的细姑四舅舅，对不起啊，国语不太好。四舅舅，我那个四舅舅在那边牧会，在琉球牧会，叫做叶水和牧师，不知道有没有认识他叶牧师在那里牧会。那我就去那边，你知道蜜月旅行很快乐的，对不对就希望什么都不要做嘛，对不对？可是一到达以后，东西一放，你知道吗？阮四姑安怎甲我讲的？伊讲林团岛啊，明仔早起阮有固定4点半起床5点早倒回安尼。哇死啊！我就想讲，我蜜月旅行遐尼早都要爬起床安尼足艰苦，足挣扎啊！上好买安尼啦不过阿姑咧叫你敢唔听？袂使吧？我们那个时候很顺服的。对不起，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啊，要学习我们老人家过去的那种谦卑还有顺服，这很重要啊。一讲哪有管他什么灭力不灭力，反正我就传道啊。阿姑咧叫那也使无听，好 ，OK， 明天就去我跟你讲，还好，我就去街上买了2个闹钟，因为会爬不起来，有闹钟，然后就写。早上4点半起床，5点早祷会。你知道祷会怎么样？我有一生忘不了。怎么早祷会？你知道吗？都到了礼拜堂，就这个礼拜堂这样阿姨他固定的，礼拜1到礼拜6这一张这个栏杆是不是？不是，这是屏风，一定是拿走的。然后是这样，他用那个垫子放那边跪着祷告。刚开始一祷告完毕以后，就开始读圣经。他把圣经放在那个椅子上面，跪了安尼他这样跪着，怎么念你知道吗？这样
他的圣经我看不懂那个时候，因为他那个是罗马字的，罗马字的，伊用台语哦，用台语安尼。呀，我是我的牧者，我无地高欠客，哇，这样一直念，一直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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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背不起来了，又看了一下，然后头一抬起来，就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我对不对，我完全跟不上。我跪在他的旁边哈，我很赞叹的看着他。细姑，你好厉害哦！你圣经怎么那么熟？我眼睛那么好，我那么年轻，我字这样看着圣经，我都念书他用背的啊。我只能够用赞叹的眼睛看着他，我好渴慕。如果我像我的细姑这么厉害，圣经这么熟的话，那该有多好！这是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曾经因为我们在中地教会的牧会的时候，陈南奇牧师的外交很好，所以呢，因为他很会讲日本话，所以有很多日本的朋友，也有韩国的朋友。有一次，有一个韩国的牧师叫做李英牧师，他来访问他，后来呢，就邀请我们一起到韩国去。在讲道的在分享当中，你知道吗？我听到李英牧师说，他圣经读了120遍，120遍，你听好啊！我那时已经做牧师了，刚刚是传道，现在是牧师了。我现在想说，可能吗？不可能啊！120遍呢，我才读2遍呢。他120遍，我觉得他读一遍要读很久呢，才有办法呢，怎么可能呢？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算过，全本圣经一共旧约有929篇，新约有260篇，加起来一共1189篇。每天如果读36章、37章。36章到37章，你1个月就可以把圣经读过一遍。你如果每天读3章，很简单，大概1年多一点，再多18天，你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我就不用再写了。我告诉你，我会送你们一张我统计的那个表。你如果要1个月读一遍，要读1天要读多少？2个月要读一遍，要读多少？3个月、半年、1年啊，我都有资料。我有传过来哦哈，不要没有 copy 给大家，要不然大家都损失了哈。以后就自己计划一下哈。我告诉大家，我都试过，千真万确，我都试过。我们大家来努力好不好？有可能吗？有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哈，现在假巴卡赢哈，拍谁啊？按你讲哈，要不要读一些圣经啊？你试试看，1个月1次。我最近我常常听都有很多很复兴的教会，他们推动一件事情，叫做读经运动。每天朗读圣经16章，朗读圣经16章，大概3个多月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3个多月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不要一直想一直想，哎呀这是到底什么意思？你不要想什么意思，就一直把它念下去就对了。你念久了以后，你就经历到上帝的话会直接跟你讲话。OK， 好这是我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关我个人的2个故事跟你们分享。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自己的灵修生活，我个人的体会有2个。第一个，我以前很不喜欢读圣经，我坦白告诉你们。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时候，圣经怎么读都读不进去。为什么？第一个，我没有兴趣，我不想读。不想读是因为我没有兴趣，而且我觉得圣经很困难。圣经困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不知道，我是这样啦。我觉得我不想读，第一个不想读，第二个我读不懂，太困难了，太多了。一本他大本是要读到民国几年呢？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很不想读，看了圣经也要切死对，
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圣经那个时候只有一件好处，什么好处？困不起的时候，摕来读就困去啊。因为很难嘛，又读不懂啊，哎呦睡不着觉啊，睡不着怎么办？就读圣经啊，读啊，好困难，好累哦，就睡着了这样。圣经唯好处是这样，现在不行了。现在晚上睡觉前不能读圣经，越读精神越好。为什么？你不觉得说读圣经会有亮光？那光若给你照落哈，你目睭敢刻落，刻不落哈？就是那个亮光照亮你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怎样？你会很明亮的。你就越有亮光，就越想读；越有亮光，就越想读，就一直读下去。对不起啊，我现在不知道是老了还是怎样，说的越来越讲话越来越多，话都讲不完了。哇，你不控制我时间的话，我跟你讲，我可以讲到明天早上。开你玩笑哈！我很盼望我所经历的，你们也经历，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好，对不起，我一直忘记用我的东西，因为我们有。要怎么弄？对，对不起啊，我们现在看一节经文好不好？这段的经文是在有2段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15章16节，是这段的经文这样讲：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称为你名下的人。好，上帝的话语要把它当作什么？食物吃了，所以。你能不能有一天不吃东西呀？不行了，除非你禁食要祷告。如果你不禁食祷告，那每天都要吃啊。那你的身体要吃饭，你的灵命也要吃饭，都要吃。而且呢，吃到一个地步，你会有一个感受，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什么？欢喜快乐。一读圣经，你就有快乐。忧愁的时候就要读圣经，心中就有欢喜快乐啊。因为什么？我是称为什么？你名下人。在座各位都是，因为培灵会大概不是有慕道友啦，应该全部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是称为主名下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要因着主的话，常常欢喜快乐，天天把上帝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然后我们看西番雅书第3章第9节怎么说？那时我必使万民。这是上帝自己说的话哈。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求告我就是什么？祷告嘛，对不对？那用什么样的话来祷告？清洁的话语。清洁的话语是谁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啊！耶和华的名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你读上帝的话是有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侍奉上帝，侍奉上帝。好 ，OK。那我们来看，我们这次的主题里面是我渴慕上帝的话。那怎样渴慕上帝的话呢？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3天的讲题，第一个就是要活出上帝的话，要活出上帝的话，就是我渴慕活出上帝的话。要怎样才能够活出上帝的话呢？你要领受圣灵，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明天我们要谈，你要渴慕上帝的话，怎样渴慕呢？是我要渴慕遵行上帝的话。那你如果要遵行上帝的话，你不只是要上帝的话，你有了上帝的话以后，你要行啊，要行出来。如何行出来呢？你要有荣耀的献祭。就能够有见证，才能够荣耀上帝的名。最后一天礼拜天，我渴慕上帝的话，怎么渴慕？渴慕上帝的话是为了要来侍奉，要用侍奉上帝的话来让我们渴慕上帝话的人能够得到帮助。你要侍奉上帝，你要侍奉上帝。如何侍奉上帝的话呢？就是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这是我们礼拜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是我们这次培灵会整个的这个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有问题吗？是的，我看我不用了，因为
因为我们有稿在里面哈，我就按照这个稿，你们大概不用看，没关系。好 ，OK， 我们就回过头来，所以我要一个很小小的结论，就是我渴慕上帝的话，要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一生的功课。你这世人的功课，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就是要靠无上帝的话。你这一辈子没有一个例外。你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不会喜乐；你没有上帝的话，你的灵性会饥饿，你的属灵的生命会死亡。真的跟你讲，真的。特别是在我们人生在苦难当中，无论是政治、经济，任何的环境、生态的问题，现在地球暖化的问题，什么问题都好，你会有很多的紧张、焦虑、痛苦，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事业的问题，你自己个人种种所有一切让你很焦虑的问题。我告诉你，你没有上帝的话，你很难走下去。你只要有上帝的话，再困难你都可以走下去。站在你面前讲话，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现在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早死掉了。不行啊，我环境很复杂、很困难，我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挑战。我告诉你们一句话：当你面对上帝给你的试炼或试探的时候，那是因为上帝看得起你，他知道你可以，你承担得起，所以上帝才让你经历这种苦难。哪一个人没有苦难啊？大家都有苦难啊，所以你必须要神的话，你才有办法这样坚强的一直走下去。愿上帝帮助我们。所以我渴慕上帝的话，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一生的功课，你都必须要学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我渴慕上帝的话，要活出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的意思，我不是说你要为主做见证，那个活出啊是什么？因为我读圣经读无啊，我读圣经。上帝的话从圣经来的啊。如果你要知道上帝的话有两种，一个叫做 logos， 一个是 rhema， 这我们很清楚，我不用重复去解释，你们都知道。可是如果你要从神那里得到 rhema 的话，如果没有 logos 的话，做头前的时阵哈，安尼不可能有 rhema 的话，你知道我意思不？上帝过去讲过的话你都不了解，你怎么可以知道说现在上帝要跟你讲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代志。这有历史的概念，所以请记住，一定要认真研读圣经，而且要深入的研读圣经。我不瞒你讲，我每一次读圣经，只要我读不懂或不了解的时候，我一定查到底。我现在很方便，在神仙有图书馆，太好了。我以前没有，我常常跑主日学协会，躲在那里就找资料。刚刚牧师不是讲吗？那个刚刚读的经文说，节期的日子又是最大之日，到底那是在讲什么话过完的沙漠哈？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要高声的宣告这样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到底是什么？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我就是把它查到底。我们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叫做研究。当中有很多都读书的，对不对？有没有研究所的啊？博士的啊？有嘛哈？我们都读书很努力，你写过论文嘛？追根究底，你在你的学术领域里面，你都这么认真追根究底，为什么在上帝的话语当中不能追根究底呢？难怪我们的信仰不会进步啊！所以你不会敬虔啊，你会不怕上帝啊，你知道吗？你如果越不了解上帝的话，你越不会敬畏上帝，你就愈来愈不怕上帝。然后你就走在世界的道路上，这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好，我们回来，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就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活出上帝的话要领受圣灵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第37节，这样说：节期的日子到了，节期的日子到了，就是那个最大之日。节期的最后的日子到了，就是最大的日子。但是什么节期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大概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概念。犹太人的节期太多了，但是最大的节期有3个，一个是逾越节，
一个是住棚节，还有一个叫七七节，所谓叫五旬节。这个五旬节不是那个圣灵降临那个五旬节，就是什么749天，就是他们的收割节啦，收割节、丰收节就是这样。每逢这3个节日，犹太人他们大概距离耶路撒冷大概10公里的范围内的犹太人都要集中到耶路撒冷城去庆祝。那这一次呢？这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呢？如果你对圣经稍微往前面看的话，同样那一章稍微看了一下，你就知道是什么节期。住棚节很清楚，那大字也有我读下住棚节。住棚节他们犹太人是怎么庆祝呢？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你就会了解耶稣为什么高声站着说的原因，而且讲那句话的目的在哪里。是这样，住棚节犹太人就来啦。他们如果是10公里以内，就到耶路撒冷城来；如果没有了，就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住棚节那一天，所有犹太人都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们绝不住自己的房子，一个要维持一共有8天的时间，主要是7天，最后一天是最大之日，所以一共加起来是8天。这你可以去看《申命记》第23章，那边有很清楚的记载。我要告诉你，他们怎么庆祝是这样。他们不住在房子，那住哪里呢？他们很可能是在屋顶，因为犹太人的房子屋顶是平的，在屋顶上，或者是大马路旁边，或是自己的花园，或是广场的地方，就用什么？用棕树枝或柳树枝来搭什么棚子，就很简单，四四方方的棚子，然后人就住在里面，就这样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抬起头来看，还可以看到星星跟月亮，因为稀稀疏疏的嘛，这样来纪念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旷野受苦的日子，那个叫做住棚节。可是呢，那白天没事做什么呢？我告诉你，有很多人就会想尽办法挤到圣殿的地方去，来到祭坛的旁边，在那里庆祝。也是在那个祭坛的上面呢，搭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棚子，大家围在那里庆祝。怎么庆祝呢？大家唱诗歌敬拜上帝。时间到的时候呢，那个祭司就会拿着一个金瓯，怎么讲？就是一个金罐子，大概可以装水1.1公升。他去哪里呢？大家唱诗歌的时候，这个祭司就跑到那个西罗亚的池子。其实那个祭坛离西罗池不是很远，他就去西罗亚池子。还知道那个有没有？每年天使不是搅动一次啊？哪一个跳进去的那个人就得医治，就是那个池子。他去舀1.1公升的水，舀好以后，他要经过有一个所谓的水门，就会到达那个祭坛的地方。当众人唱诗歌，看见祭司从水门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这样高声的呼喊说：“以赛亚书第12章第3节怎么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还记得这节经文吗？以赛亚书12章第3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就不断的讲这句话，一直宣告，一直到祭司来到那个祭坛的面前，然后把那个1.1公升的水就当作祭物。原来献祭的时候不是有鸽子啊，要不然就牛啊、羊啊，有没有？现在不是献火祭，献水祭，把水当作活水来浇在那个祭坛上面，代表什么呢？这水是灵磐石所出的水，是哪里呢？纪念以色列百出埃及的时候，磐石不是出水吗？记得这个，叫写进去。感谢上帝，你这样的祝福跟带领，赐给我们水，同时也是一种祈雨的仪式，在那边来敬拜上帝。在那个同时结束了以后呢，大家就围着那个祭坛开始绕圈圈。好，大家一直围着绕圈圈，一直绕，就唱一首唱诗歌。唱什么诗歌呢？就是诗篇113篇到118篇，很长哦。每唱到2句话，哪2句话呢？第一句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我称谢你。我们称谢你的时候，他们就要把树枝不管是棕树枝或是柳树枝，要向着那个祭坛，有没有来摇几，就拼命摇。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称谢你，这样哈。还有第2句话就是
你完成，你成为我们的救恩，就摇几次这样，一直绕，一直绕。到了节期的最后那一天，就最大之日那一天，要绕7圈，一共要绕7圈。绕完了以后，他们就在那边结束他们整个的仪式。你想想看哦，他们必须去当祭司拿水进来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以赛亚书第12章第3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耶稣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站着高声对大家宣告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已经举行这样的仪式几千年了，你还在那里举行，你们还没有口渴吗？口渴的人到我这里来，不是靠仪式就可以解决你心灵的问题，不是，是要怎样？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主，他就是真正的那一位灵磐石。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4节，那里有谈到保罗讲到那个故事，所以你们都是从摩西的带领之下，在云下，在海中怎样受过摩西的洗，没有错啊，有云柱带领他们，然后呢，他们经过那个红海，有没有？从水里经过，从云里经过，受摩西的洗礼。所以呢，你们也在灵磐石里面吃了他的水，那个灵磐石就是谁？保罗很清楚的讲，灵磐石就是基督，好清楚，就是基督。耶稣基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渴了就想怎样？喝水，就想喝水，这个叫做渴慕。刚刚我还感谢那个雅各斯班带领我们唱的那个敬拜赞美的诗歌，真的以渴慕为主，那非常重要。渴慕是最重要，你真的要渴慕，一个渴慕人才会想要采取行动去喝那个水，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到哪里喝？不要到别的地方来喝，到我这里来喝。因为耶稣曾经告诉井旁的妇女怎么说：你喝这井里的水还要再渴，你若喝我赐给你的水，就怎样？永远不渴。所以你要喝耶稣基督所赐你的水，不是要喝这井里的水，我们不是要喝我们身体所需要那个水，我们要是灵性里面需要的那个灵水，我们要是灵水。灵水在哪里？在灵磐石，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弟兄姊妹，不只是这样讲，耶稣不是讲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说什么？正如经上所记，信我的人必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你记住他怎么说？信我的人必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那谁是信他的人？信他等于是什么？就是前面刚刚讲那句话：人若渴了，表示我有需要，到我这里来就是采取行动，对不对？人若渴了，我有需要，再加上我采取行动，我就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这就等于信主的人，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正如经上所记，信我的必从他心中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谁是怎样的人叫做信主的人呢？信耶稣的人呢？信耶稣的人就是在主的面前，他感受到我渴了，然后我采取行动去喝，到耶稣的面前喝他的灵水，这种人叫做信耶稣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若不读圣经，你是信主的人吗？对不起，你还在羊圈的外面，不是在里面。耶稣说：我有羊在哪里？还在羊圈外面。他渴慕他渴慕这群人赶快进到羊圈里面来。你现在圈内还是在圈外？我不知道，你自己最清楚。你有没有灵修？有没有读圣经？你自己最清楚。你有没有在
上帝的话语当中欢然其水，有吗？有吗？你是信主人吗？信主人是什么？是渴乐需要的人，加上行动，就到主面前的人。你有每天都觉得需要，然后又到主的面前来读经吗？我告诉大家，现在神线有一点改变，你知道吗？早起5点半就起来祈祷呢。那么再当他拼一个完了早祷会。我们过去有很多很好的传统，现在就只有一句话就通通把它打破了啊！这么时代不赶快了，有没有？时代不赶快了啦，所以牧师较凊彩的啦，唔免遐麻烦哈。什么？那就较敬虔，唔免啦。主的嘛免伤济啦，祈祷嘛免伤济啦，普通就会使，会过就好啊。咱也无欠钱啊，也无欠啥哈，大家拢无欠，安尼就好啊。拄啊好就好，是这样吗？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克莱尔，他这样讲，他说一个基督徒他要很清楚的分辨什么叫做无限荣耀的尊贵跟无限的丑陋行为，他必须要分得清清楚楚。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的一起来学习，我们来渴慕主的话。信他的人就是有需要，我渴了，加上采取行动，来到主的面前来喝水的人。我盼望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每天我们都这样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我们要渴慕主的话，这圣经里面讲。可是后面那段话这样讲，告诉我们，耶稣的话讲到这里以后，圣经后面就解释了哦。圣经怎么解释？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什么？指着信我的人要怎样？要领受圣灵。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若可以到我这里，正如同经上所说，信我的人不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信我的人必须要领受圣灵说的。那我们一定会很在乎，那什么叫做领受圣灵？后面那句话就解释了，那句话怎么解释？他说：“那时怎样？还没有赐下圣灵，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什么得着荣耀。”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不就是说，耶稣如果得荣耀，那圣灵就怎样？我们就领受圣灵了。如果耶稣没有得到荣耀，就没有圣灵，对不对？可以这样解释吗？我是看注解的哦，我先跟你们讲，不是我自己发明的哦，我真的有凭有据的。你什么时候荣耀耶稣，你什么时候就领受了圣灵。所以对不起哈，我常常跟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常挑战这件事情。你跟我讲说你圣灵充满，对不起，请问你荣耀耶稣了没有？你荣耀耶稣了没有？我给大家一句话，有一点小小的神学性的说法：如果没有哥哥他的十字架，就没有五旬节的圣灵充满，懂意思吗？因为耶稣怎么说？他我去就必赐下圣灵，留圣灵给你们。那我去就是什么？耶稣去哪里？升天去了。耶稣得荣耀了，升天的意思得荣耀了。你没有注意到《使徒行传》第1章怎么描写耶稣升天的时候，大家怎么样？抬头一直看，哇，不得了！如果你是当中那500个人当中其中的一个，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呀，信耶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太荣耀了，对不对？因为耶稣得荣耀，圣灵就降临了，五旬节就来了，不是吗？所以这里讲很清楚，那时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是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那也就是说，当耶稣因我们而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领受圣灵。如果你领受圣灵，你说你没有荣耀耶稣，你的领受圣灵是骗人的，不是真的。对不起，这是上帝的话，不是我讲的，也不是我断定的。请记住，你领受圣灵，你就一定是荣耀耶稣。那一天问我，牧师怎么荣耀耶稣呢？
这跟渴慕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刚刚我不是讲吗？读圣经读不对不对？没有被开启嘛。我读圣经的那个心窍没有被开启，对不对？我怎样才能够把我的心窍被耶稣开启呢？对不起，请你看我的讲义里面怎么写。耶稣怎么样得荣耀？耶稣的哥哥他的道路是怎么走的？你记不记得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先进耶路撒冷。耶稣怎么进耶路撒冷？有棕树枝啊，有的人就拿自己的衣服铺在哪里？铺在地上，让耶稣怎样荣耀的进城。如果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好好预备我们的心，好好预备我们的心，说主啊，求你来，求你进来，求你进来，我把我的衣服铺下去。我把你的荣耀铺下去，把你的尊荣铺下去。主啊，你就来。这是第一个，读圣经很重要的态度。第二个，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就怎么样？就被抓，抓了以后就被怎么样？被审判，然后就被怎样？被鞭打，鞭打了以后是怎样？哎呀，被羞辱，被吐苦水，穿紫色袍的衣服，又戴上那个什么荆棘的冠冕。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搞不清楚到底里面讲些什么东西。你不觉得我们好像也被抓走了，对不对？刚才台下规身躯转凶哈，会不会读圣经读到这样？不要紧，没有关系，我以前也这样过啊，体无完肤啊，读圣经读到体无完肤啊，乱糟糟，唔知咧读啥嘛，直去安尼哈。啊，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就每一次读圣经一定拿一支笔拼命画。证明说我都有读过，好像成绩一样，好像没有意义的拼命一直画。你会经过那一段，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必经的过程，因为你要迈向哥哥他，才会有五旬节的圣灵充满。OK， 接下来呢，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也被羞辱。旁边那个强盗怎么跟耶稣说？啊，你不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跟我一样掉在这里？有没有耻笑他？你想想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个感觉？读圣经的时候，上帝的话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个性、跟你的脾气是息息相关的。我常常这样想。这跟第四条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保罗不是这样讲吗？就我而论，什么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怎样钉在十字架上？你要不要让上帝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极大的功效？是有用的，是有关系的，不是跟我没有关系的。圣经一罪公也，我跟他了解你要讲啥安尼就好啊，跟我是无关系。无抵呆，是这样吗？不是的，圣经的话是为你写的，是为你写的，所以你要把上帝的话读进你的心坎里头，不只是这样子，他的话要成为能力来改变你的性格，改变你的性格。最近常常很多人，因为大概老了，很多人会请我去长职训练会，我一定讲最后一课，叫做主工人的性格，题目叫什么？团队服事成功的关键，你信不信？真的啊，有的时候大家都很好啊，因为个性不同就吵架啊。有的讲有的要 A 案，有的要 B 案，有的要 C 案，有的要 D 案，比如是性格的问题，不能够接纳，不能够合一。我们关键通常是死在那个地方，所以读圣经就是要改变这个，改变我的看法，改变我的逻辑，让上帝可以在我的心中能够成为我的主。就是只有一个办法，上帝的话可以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把我跟世界的关系完全切开。上帝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吗？这一个，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这样死了，第3天就怎样复活，40天以后就升天。3天以后复活，40天以后他就升天了，就得荣耀了，得最高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读圣经，经历刚刚所说的，耶稣基督
进耶路撒冷，然后这样一直过来，一直他死复活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也复活了，你也复活了，因为耶稣复活了，你复活了，你那时候就是被圣灵充满了，你就已经领受圣灵了，对不对？刚刚不是讲过，信主的人要领受圣灵，就是说，只有领受圣灵的人才会读懂上帝的话。要读懂上帝的话，要领受圣灵，就必须要荣耀耶稣，就是刚刚所讲的那5个步骤。你就按照这个5个步骤把它进行，你就可以把上帝的话活出来。就是你读懂了、读会了、读通了，你这个人也更新、也改变了，被上帝的话完全活化改变了。愿上帝帮助我们，得到上帝的话语极大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最后，我想要讲一个小故事做我的结束。有一个电视的名主持人叫做叫什么名字啊？叫林克莱特。林克莱特，对，想起来了，林克莱特。这名主持人有一天呢，他去访问一个IQ 很高的、很聪明的一个小孩子。就在电视访问的时候，他就问他。小朋友，请问你将来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他说：我对飞行很有兴趣，我希望将来做一个飞机驾驶员。要做飞机驾驶，哇，志气很高，很不错。所以呢，就夸赞他一下，然后就跟他考试。那好啊，你既然要做驾驶员，那我考你一下哦。好啊，没问题，你考。他就说：你正好开飞机开到太平洋的上空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引擎开始熄火，油已经没了，你怎么办？小朋友就怎么说？他说：哎呦，我知道怎么办，很简单。我立时就因为那个驾驶座的地方有一个安全阀，只要一按它就可以弹出外面，然后就可以怎样？有那个安全伞，就自动降落，这样我就会一按这样。大家一听到这里，全部都哈哈大笑。哇，这个小孩子怎么那么聪明？就自己别人都没有关系了。所以你知道，当大家笑，一直笑，哇，笑很久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我听见那个笑声越大，他就越难过，就开始掉眼泪，2行热泪直流。主持人就不解，就问他：你怎么要做这个动作呢？问他你怎么做这个？他说：你们都不知道啊，没有油了就是要加油啊。所以我是想，我跳出去，赶快去拿几桶油过来，把它加进去呀。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强调3次，我一定会回来。请问他回得来吗？回不来哈，不可能嘛，对不对？对啊，不可能。可是这小孩子很天真，对不对？他说我一定要回来。如果可以回来的话，他会不会回来？如果可以回来，他会不会回来？他100%会回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讲不可能，对不对？请问，如果在上帝可能吗？小朋友可能会来吗？如果是上帝，可能吗？水都能变成酒啊，死人都可以复活啊，回来加油那么难吗？没有那么难吧？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时代。动不动就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圣经一天读36章，牧师话你在开玩笑是无？安尼哈，一天3章，一年读1遍，这较有可能一事啊。不过从来唔捌做过。创世纪读咧，到出埃及记就出不去啊。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经验，不是吗？哎呀，牧师阴暗讲那个汉国不可能的代志，讲啊济，不可能事情讲太多了。牧师，你怎么讲那么多不可能？那就是我们的不可能，所以就永远不可能把圣经读过一遍，永远不可能，对不对？我们要不要让它变成可能？我们要不要让上帝的话变成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自己，让上帝的话在我们心中活着，不断的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灵性，让我的灵性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让我这个人学像基督的样式。
这是我今天晚上很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起来渴慕神的话语，要来领受圣灵。真的要领受圣灵。一个领受圣灵的人，就是愿意怎么样为主肯付代价。就刚刚我所讲的那5大步骤，请你一定要做到，一起来努力。前面有很多人走过了，至少阮4姑也有做过，至少李英牧师嘛做过，至少咱中间嘛有真侪兄弟姊妹嘛做过。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活出基督的上帝的话，120周年的庆典，不是庆祝完毕就结束，不是培灵会结束就结束。弟兄姊妹，我今天讲什么，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你只要记住一句话：我下定决心，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就下定决心。我今天有感动，我就立定心志，我今年要采取哪一个方法来读圣经。哪一个计划读圣经？是1年读1遍，是半年读1遍，是3个月读1遍，是2个月读1遍，还是我贪心一点，我1个月读1遍？我不知道，我们来努力看看。其实说真的，36章也不必花很久了，大概1个半钟头到2个钟头就结束了。可能大家会比我更快一点，因为你是读册人，我不是啦，我真卡人吼，我读册较慢，我速度比较慢。每个人速度不太一样，花一点时间，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就会经历到上帝极大的祝福。你要相信，上帝会在你付代价的当中，你会经历到上帝极大、极大、极大，你出乎你意料之外，你心未曾想过，你眼睛未曾看过，你耳朵未曾听见的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只要你愿意，好好在神的话语当中活出来，领受圣灵，活出上帝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段宝贵的时间，一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是的，人的话语就是这么有限，但是主啊，你的感动就不断的一直在激励着我们，一直在告诉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你的话语是这样的重要。没有你的话，我们就将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涯就将烟消云散。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就立定心志，要活出上帝的话。因为主，我们渴慕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上帝的话，因为你就是道成肉身的主，帮助我们领受圣灵，是因着我们荣耀你的名。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感谢主，让咱今仔日会当对伊家己的话过一摆，来让咱得到勇气。所以这个时阵咱也特别在主的面前来献上咱的祈祷。常常咱咧讲，每一摆聚会有3个元素，你甲放斗阵，安尼伊会互你得到较交增的丰富。所以每一次聚会，为什么我们有诗歌、有音乐？为什么每一次聚会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每一拜聚会，为什么我们有祷告？因为这样会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到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动工。也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领受到刚刚李牧师给我们再次的一个劝勉，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虽然敢捌经验过迄款行到埃及出袂去啊，敢捌经验过行到埃及出袂去。我就想讲，我就无信安尼，所以咱先开出埃及记。来，咱先开出埃及记。不管你是拿何修本，还是摕咱圣经头前创世纪50章，出埃及记几章？总共几章？来，我们翻第40章，第40章。出埃及记，何修本出埃及记40章，伫个咱圣经中间132页，咱要祈祷以前，咱先来看这段。
看出埃及记是怎么出埃及，然后进入利未记。出埃及记第40章，我们请姐妹念单数节，请弟兄念双数节哈。我们用合修本，姐妹念单数节，第一节预备来。你要立起会幕的帐幕，把供桌搬进去，摆设桌上的器具，又把灯台搬进去，点上灯。把燔祭坛安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又要在院子周围支起帷幔，把院子的门帘挂上。又要抹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使坛分别为圣，坛就成为至圣。你要带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用水洗身。又要带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摩西这样做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他就照样做了。摩西支起帐幕，安上带毛眼的座，安上板，穿上横木，立起柱子。他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柜盖安在柜上。他把供桌安在会幕内，在帐幕的北边，幔子的外面。他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的南边，供桌的对面。他把金坛安在会幕内，幔子的前面。他又挂上帐幕的门帘。他又把洗祭盘安在会幕和祭坛的中间，盆里盛水，以便洗涤。他们进会幕或走的时候，就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升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行。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白天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黑夜有火在云彩中。为什么我们要念今天培灵会？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念出埃及记第40章？第一，你有发现无？你拿圣经给读出来，跟你自己暗念看无同款。所以祈祷，你出声起来祈祷，跟你
无开嘴祈祷，其实上帝讲阮听，但是你家己会感受会无同。今仔日咱读这段童谣，建议同尾再来甲咱讲啥？往前走吧。白天有什么？晚上有什么？林牧师甲咱讲往前走吧。今仔日开始背吼，所以今仔日转去创世纪甲出来记免看，迄放在上尾再看。今仔日转去按利未记开始看，毋是明仔载，毋是明仔载，今仔日。吼，你用个看3章嘛，用个看36章，一个月甲一年无要紧，咱家己来决定吼。3章啊，不过若要36章吼，明仔载惊爬袂起来吼。同样紧的是出来记第40章，同尾甲咱讲安怎？他们所行的路上，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我们跟上帝求这个吧。上帝啊，在我所行的路上，在我们家前面眼前所看的，我们今天这个公祷的时间，咱要一点仔时间做阵来祈祷，开你的心，开你的嘴，上帝求讲，上帝啊，伫我头前的路站，伫阮全家目睭前所看到的。这是你要互阮，求你家己的话来帮咱，来养持，来坚定阮。所以这时，咱要安静一点仔时间，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我们特别求上帝，在我们所要行前面的路上，白天有云彩，黑夜有火柱。亲爱的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再一次经历到你话语，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经历到你话语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家里面，让我们全家人在向前行的时候，我们能够走在你的路上，经历到你云彩火柱的带领。这是你自己所应许的。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要向前行的时候，主啊，你自己要保守，要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确据。白天的云彩，晚上的火柱，不离开我们。恳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恳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今仔日暗时，予阮会当领受你活命的话，亲像主耶稣你家己所讲的，阮期待将阳光归予你，你要将圣神降落伫阮的中间。圣神啊，恳求你帮助阮，予阮在每一项代志顶头，拢会当阳光助力。因为当助力得到阳光的、得到荣耀的时阵，阮要经验到含主你三当行的美妙，我要经验到含主三甲之地的安稳自在。恳求主，你搁一摆将圣神灌压伫阮的中间，伫阮还无明白、还无了解的时阵，主你就已经将你的神、你的听放伫阮的中间。恳求你，伫阮头前要行的路，你是有你所予阮的魂，暗时有黑条，帮助阮无行偏差，帮助阮行伫你听活命真理的道路顶头，互阮每一个人搁一摆伫你面前立志，独独刻木上帝你本身，独独刻木要食上帝你活命的话。恳求主帮助阮今仔日搁一摆立志。阮靠家己无法度，阮只有靠圣神的帮助阮。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心善、心无主你活命的话，通好会当领受了后，也伫阮的生活中间来见证活出来。
阮特别要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家庭仰望交托，亲爱的主啊，互阮的家庭眼睛所看到的，拢是主你甲阮陪伴，互阮真实会当行出埃及的束缚，进入主你所应允阮的迦南地。伫迄个所在，是你所想赐的恁，甲你所想赐的物来养饲，来丰富阮的生命。感谢你，今仔日暗时搁一摆，想赐阮极大的疼。我要将这一切荣光拢归乎你，恳求主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永远无离开阮。阮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时要做阵来吟圣诗，圣诗583首，咱恳求主。伊赏赐咱圣神，伊的圣手嘛亲自来牵咱，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拢会当敢若亲像伫上帝国，亲像伫美妙的天庭共款。583首。愿主顺利顺圣手，咱坐吟。愿主顺利圣手，看我随我保护。虽然拄着引诱，我愿行主的路。咸菜伫黑暝，是山坎前面，做那些日节夜，我惊无白眼前。我无外苦困难。也无言我的悔，无了家己再办来经不起的位，只有地主因带。通行坡道路途，做那小爱看我，稳当拢无错我救主，救主甲我安排，我所着恁的背。那是主你所爱，关断无要辞退，无论心肝欢喜，也是必须实际，做你着天满意，我愿春秋，请起立来吟第4节。虽有困着领路，各有时时安排。我那小主体恤，心就安乐自在。愿世界之罪恶。拢别伫主面前，通正做上帝国，亲像美妙天地。阿门。咱请林牧师祝祷。主啊，阮有了感谢你，主愿你当已经得到你所得的隆重一切荣耀，愿你的平安，愿你的信心已经藏伫阮的内面。
帮助阮行伫主你的道路上，就是用主你的话成做阮的准绳。阮所行所做，下伫你的心志，做主你末世时代光明的镜儿，照耀这个世间，求主祝福。愿我的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天父上帝极大的疼痛，圣神的相托甲感动，常常甲面正人撒个伫地，对这个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感谢主为咱备办今仔日的培灵会，到即马明仔暗拜六的聚会是7点开始啊。明仔应该是无上班，咱7点开始，因为这也配合碰是咱拜六青年团契聚会时间，所以咱欢迎兄弟姊妹明仔咱7点当最近来过一摆的培灵会。咱即时互相大家请安。愿主祝福伫咱的中间。这个时阵拄林牧师有咧讲到讲到迄个读圣经，看你要一天3章，还是要36章，你会当参考这个你多谢大家平安。